个正月20嘛是客人大节日，传讲女官伫咧这一天会用五色石来补天，也就是天窗日。为了要继续传承这个传统，桃园市政府特别办客家季，头一届和桃园客运做伙合作来杀青年主题列车，邀请金曲音乐制作人刘少熙制作客家教站的音乐。另外，还有一寡客家艺文展览和表演，算囡仔佚佗米会当来体验，嘛希望甲客人伫温小福的精神继续流传落去。旧历正月20是客人的大节日，传讲一天，女巫娘娘用五色石来补天，变起人间的疾苦，所以客人将这天定做天穿日，会准备甜板、色圆，才会客人的美食来感念女巫娘娘的帮助。为着要传续客人的传统，桃园市政府今年扩大举办，将天穿日的活动改做客人的季。头一遍跨界，甲桃园捷运合作，杀出鸟鼠年主题列车，请来金曲得主刘少熙制作专属的客家教站音乐。所以我要特别谢谢蔡总统，我们支持了捷运计划，到环北，再到中立火车站，再到中立的后站，所以这一条其实是我们客家第一桩的捷运啊，所以我们在 A21站把它定位成客家主题车站。桃园市政府嘛举办真侪艺文的活动，民众只要收集5张创意快闪翕相来拍卡团起嚟，就有机会得到一日的票券。客人季的活动会对1月14号举办到4月初4，民众若是想要出去佚佗，嘛会当考虑来桃园感受客人客家的文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